个，你还要吗？不，你真的还饿？你再来一份吧。快了，千万不要。全新的，太棒了！怎么样？是不是停不下来了？这碗比刚刚那碗好吃啊！奇怪，真的。哎，那个，让我试一下。我们看两个哥哥表演吃播。啊，开始了。开始要评论哦，很能吃还点赞的。完了，我还饿，奇怪。你要不要吃呢？那我可以吃这个吗可以。 ？All right。哎，我这里也有一个，你还要吗？不，你真的还饿？你再来一份吧。快了，千万不要。全新的，太棒了！怎么样？是不是停不下来了？这碗比刚刚那碗好吃啊！奇怪，真的。哎，那个，让我试一下。我们看两个哥哥表演吃播。啊，开始了。开始要评论哦，还点赞哦。刷礼物，刷个油瓶。因为这一碗的味道比那碗的味道要对，还有点评。我就要肿，对我就要胖。我这趟是来瘦的。这个面我们不要再吃了，好不好？真的不能再吃这个面，太夸张了。我觉得你也很夸张，你。我今天吃的还算少。哎，干杯！干杯！真的吃算少。好，不要说，不要说。都吃饱了吗？都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吃饱是什么？嘎嘎巴巴巴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这么长啊！不愧是日文还不错。只会吃饭的。那个买单了，顺便给一个那个刘叔叔。刘叔叔。顺便给一个刘叔叔。刘叔叔就是发票。刘叔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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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会儿我们听一下正确的日文发音。我不管，我觉得我这个说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一会儿我们试一下。すみません。刘叔叔ください。刘叔叔，快！刘叔叔，刘叔叔。这样讲。刘叔叔。領収書の書い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いくらですか1500円。啊，刚刚好。1500円。